響夜晚嘅時候搭電車啦，冇咁多人啦，留意下四周嘅景物啦，同埋有時會留意下部車順唔順暢咧行得，同埋啲路軌方面，即係聽下嗰啲車轆同路軌摩擦嘅聲。我唔介意人哋叫我做電車男，咁呢個名可以突顯到我中意電車。24歲嘅 Eric， 平時放假就會坐電車由一個總站坐到另一個總站，探索呢個城市。除咗坐電車 ，Eric 仲想擁有一個電車王國。呢個就係我嗰個電車場景啦。咁其實總共有10幾部車嘅，咁有啲咧就擺咗響廠啦，咁有啲就擺咗喺個櫃桶入邊嘅，因為擺唔晒。咁有啲可能其實自己設計啦，咁其實現實之中咧係冇嘅，未有。咁好似呢部雙層冷氣電車啦，咁同埋呢部 cafe 電車咧，咁就上層就係 cafe 啦，同埋啲窗會特別大啲啦。咁可以俾啲乘客咧，咁一邊嘆咖啡，一邊咧就睇街景嘅。為咗同多啲人分享電車世界，佢仲搞咗個電車網站。咁呢個叫My Journey電車網站啦。咁由04年咧已經開始有㗎啦。咁入邊咧其實主要介紹我嗰啲電車模型啦。呢度係乜都冇見到啦，同埋呢度冇塊冇圍面㗎嘛，即係佢呢啲都冇。上年咧成立咗一個叫電車友嘅 fans club，咁入邊咧就會有啲聚會啊，有啲活動啊，咁樣想結合翻一班電車嘅，即係大家都中意電車嘅人咧，咁一齊傾下偈啦。喺研究電車嘅過程 ，Eric 發覺自己對香港嘅城市變遷會越嚟越了解。咁我之前留意電車咧，咁其實都係留意着重於佢嘅款式咯。咁譬如睇翻啲舊相啊，咁都係睇翻佢以前個款係咁樣嘅喎。咁慢慢開始啦，就開始留意下佢電車以外嘅嘢啦。咁譬如啲建築物啊，或者啲街景啊、啲人啊各方面咯。咁同而家有啲咩唔同咧？有時候會對比下啲舊相咯。啲舊相同新相，以前有呢棟建築物嘅喎，咁而家入邊有啲乜嘢咧？以前咧，呢度就係銅鑼灣電車總站嚟嘅，咁而家全部都已經係變晒高樓大廈、過頸橋啦。咁電車咧係真係喺條橋上面行嘅。咁而家呢度已經變成香港最繁忙嘅地方，銅鑼灣區。對面馬路嗰邊咧，咁就已經係海邊嚟嘅，咁即係呢一條電車路咧，全部都向海邊行嘅。咁嗰陣時細個最中意坐電車嘅上層啦，咁就啲海風迎面咁樣吹埋嚟，一個感覺係好有趣咯。因為填咗海啦，咁變咗嗰種感覺已經揾唔翻啦。百幾年嚟，電車路兩旁嘅建築物